美股升到癲，但美國人笑唔出，消費信心崩，通脹回頭，高息未完，呢個牛市有幾真？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奇怪嘅現象。你打開財經新聞，見到美股又破頂 ，AI 股又升，科技巨企又創新高，華爾街好似日日開香檳。但你再睇返美國普通市民嘅情緒，又完全係另一個畫面。最新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跌到非常低嘅水平，呢個數字反映嘅唔係基金經理點睇市場，唔係投行點睇標普500，而係普通美國家庭點睇自己嘅收入、物價、工作同未來生活。即係話美股升到好似天堂，但係好多美國人嘅感覺就似仲困喺地面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到底係股市太樂觀，定係普通人太悲觀？到底係 AI 真係開啟新時代，定係市場又一次相信咗今次唔同？今日呢條片我哋唔係要估聽日升定跌，而係想拆解一件更加重要嘅事。點解一個國家嘅股市可以咁強，但人民嘅信心可以咁弱？呢個問題其實比指數破唔破頂更加重要。開始之前都係嗰句，以下內容只係個人分享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股票、債券、ETF、基金都有風險，本金可以有損失。大家做任何投資之前，一定要自行研究。今日美國有兩個溫度計。以前我哋成日話股市係經濟嘅寒暑表，但今日美國好似有兩個溫度計。第一個溫度計擺喺華爾街，佢量到嘅 AI 有幾熱，科技股有幾強，美元資產有幾吸引，全球資金有幾想入美國。呢個溫度計話你知，市場好熱，資金好亢奮，投資者好有信心。第二個溫度計擺喺普通家庭嘅廚房、油站、信用卡賬單同保險通知書入面。佢量到嘅係食物有幾貴，汽油有幾貴，利息有幾高，每個月還款壓力有幾大。呢個溫度計話你知，生活好熱，但唔係熱鬧嘅熱，而係焗住壓住透唔到氣嗰種熱。所以當你問美國經濟係咪好，答案唔可以只睇一個數字。如果你睇標普500，你會覺得美國強到不得了；如果你睇消費者信心，你會覺得美國人其實好冇安全感；如果你睇 AI 企業，你會覺得新時代嚟緊。如果你睇普通家庭，你會見到佢哋仍然喺高物價之後嘅世界掙扎。兩個畫面都係真，問題係邊一個畫面會最終影響未來？而股市升可能只係少數人嘅繁榮。今日美股破頂最大推手係咩？唔係所有企業一齊好，唔係所有行業一齊升，亦唔係所有美國人一齊受惠。最大推手其實係幾個字：AI、科技巨企、全球資金。市場相信 AI 會改變世界，市場相信晶片、雲端、數據中心會成為新時代基建，市場相信大型科技公司會食晒未來經濟最大一塊餅。市場亦相信喺全球不確定性之下，美國仍然係最安全、最有流動性、最有盈利能力嘅地方，所以錢就湧去美股，尤其係湧去少數科技龍頭。但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分別，股市升唔代表全民受益。如果你本身有股票、有退休戶口、有基金、有資產，你會感受到升市嘅甜味。但如果你冇乜資產，主要靠人工生活，每個月收入用嚟交租、供車、還卡數、買油、交保險，咁美股破頂同你每日生活嘅距離其實好遠。有啲人見到納指升，第一反應係我個投資戶口又賺錢，但另外一批人見到物價升，第一反應係今個月又要慳啲。呢個就係今日美國最核心嘅矛盾。資產持有人覺得自己越來越富有，工資依賴者覺得自己越來越追唔上。所以美股破頂唔一定係整個國家嘅勝利，佢可能只係資產階層嘅勝利。三，通脹最恐怖嘅地方，佢走咗，但痕跡仲喺度。好多人會話，通脹唔係已經回落咗咩？係，通脹率係比高峰回落咗。但普通人真正關心嘅唔係通脹率，而係物價水平。呢兩樣嘢一定要分清楚。通脹率下降，意思係價格升慢咗；物價下降，先係你買嘢真係平凡。但今日美國人面對嘅係第一樣，而唔係第二樣。我舉個好簡單例子，以前你去超市，一籃食物100蚊，後來通脹爆發，同一籃食物變150蚊，再之後通脹率回落，呢籃食物唔再一年升20-30蚊，可能只係升到155蚊、160蚊，政府就可以話通脹受控，但普通人會話受控咗都係貴過以前好多。呢個就係所謂通脹後遺症，佢唔係一場雨落完就冇事，佢更加似水浸。水退咗之後，牆身仍然發霉，家私仍然壞咗，
地板仍然要維修。今日好多美國家庭就係活喺呢個通脹水浸之後嘅世界。物價冇再用最快速度升，但過去幾年累積落嚟嘅升幅已經改變咗佢哋嘅生活質素。人工有冇升？有啲有，但係升得夠唔夠？好多時唔夠。生活有冇改善？唔一定。心理壓力有冇下降？更加未必。所以消費者信心低唔係無端端，佢係美國家庭用自己荷包投票之後出嚟嘅結果。4. 有供款唔等於有安全感。美國就業數據有時仍然唔差，失業率亦未至於好恐怖。咁點解大家仲咁悲觀？因為有供款同有安全感係兩回事。一個人可以有供款，但每個月都冇剩錢；可以有收入，但要靠信用卡頂住；可以冇失業，但害怕一有病、一壞車、一加租就即刻打亂成個家庭預算；可以人工加咗少少，但保險、食物、利息、醫療加得更多。以前中產嘅安全感係覺得只要肯返工、肯儲錢、唔亂花，生活就會慢慢改善。但今日好多家庭嘅感覺係，我已經好努力，但點解仍然愈追愈辛苦？呢個心理落差非常重要。因為經濟數據可以話你知一個人有冇工作，但消費者信心先話你知佢對未來仲有冇信心。而當好多家庭開始對未來冇信心，佢哋就會減少消費，延遲大額開支，更加保守，更加抗拒風險。呢啲行為一旦變成集體現象，就會慢慢影響企業收入同整體經濟。所以消費者信心唔係一個可有可無嘅數字，佢係一個早期警號。5. 高息唔係一拳打低你，而係慢慢抽乾你。跟住要講高息。高息最可怕嘅地方唔係第一日就出事，佢唔係一拳打低你，而係慢慢抽乾你。當利率長期維持高位，壓力會慢慢滲入每一個角落。信用卡利息更高，車貸供款更貴，企業借錢成本上升，家庭重新貸款更困難，投資者要求回報更高，市場估值自然受壓。初初大家可能冇乜感覺，因為仲有儲蓄，仲有疫情期間累積嘅現金，仲有信用卡可以頂，仲可以縮減部分開支。但係時間一長，問題就會浮出嚟。高息就好似慢性病，頭1-2個月你可能覺得冇事，1年之後你開始覺得攰，2-3年之後你先發現身體好多地方都出現問題。今日美國家庭同企業面對嘅就係呢種高息滯後效應，所以投資者唔應該只睇今日股市有冇升，而要問高息捱多一段時間，家庭同企業仲頂唔頂得順。6. 美債息率係市場嘅地心吸力。講到高息就一定要講美債息率。美國國債息率係全球市場嘅地心吸力。點解我咁講？因為佢決定咗資金最基本嘅回報要求。如果美國政府債券都可以俾你接近5厘回報，咁股票、公司債、成長股、科技股全部都要重新被比較。以前零息年代，投資者冇乜選擇，銀行冇息，債券冇息，持有現金又輸通脹，於是大家就追股票、追科技股、追增長股市。但而家環境唔同，當接近無風險資產都有4厘幾、5厘，投資者自然會問：我點解要買咁貴股票？我點解要承受咁大波動？我點解要相信一間公司10年後一定賺大錢？我收穩定利息係咪已經夠？呢個問題一出現，所有高估值資產都會受到挑戰，尤其係 AI 同科技股，因為呢類股票嘅估值好多時建基於未來盈利，未來越遠，受利率影響越大。利率低嘅時候，未來10年嘅盈利折現返今日，可以值好多錢。利率高嘅時候，同一筆未來盈利，今日價值就會降低。所以美債息率上升就好似市場地心吸力變強。以前股價可以飛得好高，因為地心吸力細。而家地心吸力大咗，股票要繼續飛，就需要更強盈利、更強故事、更強資金支持。問題係呢3樣嘢可唔可以一直維持？7. AI 係真機會，但唔代表價格一定合理。講到美股就一定要講 AI。我唔會話 AI 係假嘢，相反 AI 的確係一個好大嘅技術變革。企業用 AI 寫程式、做客服、分析數據、提高效率、減低成本，呢啲都係真實發生緊嘅事。雲端、晶片、數據中心、電力需求，亦都因為 AI 而出現巨大投資。
所以 AI 唔係完全冇基本面，但係投資市場最容易犯嘅錯誤就係將好技術同好投資畫上等號。一樣技術可以改變世界，但相關股票唔一定喺任何價格都值得買。歷史上好多革命性技術都係咁。鐵路改變世界，但唔代表每一間鐵路公司都係好投資。汽車改變世界，但唔代表每一間車廠都可以生存。互聯網改變世界，但2000年好多科網股一樣爆煲 ，AI 都一樣。AI 可以係真革命，但市場如果將未來10年、20年嘅好消息一次過反映晒，咁價格就會變得脆弱。最危險嘅唔係 AI 冇用，最危險嘅係 AI 有用，但股價比現實走得更快。8. 市場最怕唔係壞消息，而係壞消息突然被重新重視。近排美股有一個現象就係對好多壞消息好似唔太理。通脹預期升，市場未必即刻驚；債息抽上去，市場有時照炒。消費者信心差，市場話 AI 可以抵消；地緣政治緊張，市場又話資金會流入美國。呢種情況表面上好強，但其實亦有風險，因為市場唔係永遠唔理壞消息，佢只係喺樂觀時期選擇暫時唔理。一旦情緒反轉，以前被忽略嘅壞消息就會突然全部被重新定價。到時市場可能會問：原來通脹未完，原來減息冇咁快，原來 AI 投資回報要等好耐，原來消費者真係開始縮手，原來估值真係太貴。呢個就係升市後期最常見嘅情況，唔係冇壞消息，而係壞消息暫時冇人理。9. 今日同1929年相似嘅唔係環境，而係心態。有人會攞今日同1929年比較，我覺得要小心。今日嘅金融制度、央行工具、企業質素、市場深度都同1929年好唔同。直接話今日一定重演1929年係太簡化，但1929年值得我哋參考嘅唔係表面環境，而係市場心態。泡沫後期往往有幾個特徵：大家相信新時代已經嚟到，大家相信舊風險不再適用，大家相信資產價格可以長期高企，大家相信政府同央行總會救市，大家相信少數明星公司可以帶住成個市場向上。呢種心態今日某程度上係見到嘅。當市場越來越相信今次唔同，投資者就越容易降低戒心。但投資市場最殘酷嘅地方係風險唔會因為大家唔理佢而消失，風險只會喺冇人準備好嘅時候出現。所以我唔係話股災一定即刻嚟，冇人可以準確預測時間。我想講嘅係，當市場越來越樂觀，投資者反而應該更加清醒。10. 投資者真正要做嘅唔係沽頂，而係檢查自己。去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咁即係要沽貨、要走、要買債、要持現金？我唔會俾一個簡單答案，因為每個人情況唔同。但我覺得而家最重要嘅唔係沽市場頂部，而係檢查自己嘅投資組合。第一，你係咪太集中？如果你成個組合都壓喺幾隻 AI 股、幾隻科技股，咁你要問自己，如果佢哋跌2-3成，我頂唔頂得順？第二，你係咪太依賴減息？如果你嘅投資邏輯係聯儲局好快減息，所以資產會升，咁你要問，如果通脹令減息延遲會點？第三，你有冇足夠現金流？高息環境最怕就係被逼賣資產，如果你冇現金冇緩衝，一遇到市場大跌就會好被動。第四，你買嘅究竟係故事定係現金流？故事可以推高股價，但長遠支持估值嘅始終係盈利同現金流。第五，你有冇將最好情況當成必然 ？AI 成功，通脹回落，減息順利，企業盈利增長，消費者唔爆煲，呢啲全部都可能發生。但問題係，市場係咪已經假設晒呢啲好事一定發生？呢啲問題比股指數升跌更加重要。11結語，美股升唔可怕，最可怕係大家覺得冇風險。總結今日呢條片。美股破頂可以係真實嘅資金力量 ，AI 熱潮可以係真實嘅科技變革，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真係有盈利、有現金流、有全球競爭力。但同一時間，美國普通家庭嘅信心低迷都係真實嘅，高物價後遺症係真實嘅，高息壓力係真實嘅，美債高息對估值嘅壓力亦都係真實嘅。所以今日市場唔係一句牛市或者泡沫就可以講完，佢更加似一個好漂亮但內部壓力越來越大嘅氣球。外面睇顏色好靚，越吹越大；入面睇壓力亦越來越高。氣球可以繼續漲好耐，冇人知幾時會爆。
第一個成熟投資者要做嘅唔係估佢幾時爆，而係唔好企到太近，亦唔好用晒全副身家去壓佢，永遠唔爆。市場最危險嘅時候，往往唔係人人看淡，而係人人都覺得冇事嘅。今次唔同。如果你覺得今條片幫你用另一個角度理解美股、通脹、消費者信心同美債息率之間嘅關係，記得幫手撳 like、subscribe 同埋留言話我知。你覺得而家美股係新牛市開始定係泡沫後期？我哋下條片再見。